自從上年俾前亞視 CEO 王維基質疑上圍真假之後，袁小曼一度聲名大噪，身材亦都受到大眾嘅關注。而近排積極收身嘅佢，準備殺入娛樂圈，所以呢一日我哋就發現小曼約埋曾經都參選過亞姐嘅翻版孫藝珍、周婉婷去到沙灘曬太陽兼做下運動咁啦。始終小曼同埋 Crystal 都係選美出身，身材自然有翻咁上下噶啦，所以當佢哋着住3點式喺沙灘度玩波嘅時候，即時引嚟唔少男士嘅目光。玩到攰攰地，佢哋就瞓喺沙灘席上邊稍事休息。可能因為之前實在吸引咗太多人睇波啦，佢哋休息咗唔夠一陣，就嗱聲落水避一避在場人士嘅目光。當阿小曼同 Crystal 落到水之後，精神即刻翻晒嚟，又撥水又踢水咁。佢哋經過海水嘅洗禮，豐滿嘅身材變得更加吸引。尤其係袁小曼啊，35D 果然係名不虛傳。